后来，过来这件是互锁定罢免的国民党桃园市的立委余富庭，最近互压了，伫个私人的网络平台，骂罢免团体是笨手。罢免团体志刚开记者会来谴责余富庭反驳讲乌白造谣言。桃园另外一位国民党的立委万美玲指控着罢免团体无伊的同意变造伊的画像，伊已经委请着律师提出着告诉。罢免团体来回击，讲这符合着公众的利益，并无违法。要告一起告，罢免讨公道。亚洲办啊强讲，要告就做回告。反映后台志刚那边指控去互国民党的立委万美玲恐吓佮威胁。因为罢免团体所制作的文宣引起着争议，除了将无同意罢免改做同意，万美玲也主张家己的相片互提去改过，想要影响民众投票。前一天正式委任律师提出告诉。第一个，万美玲是不是公众人物？她当然是啊。我们再次肖像有没有符合公共利益？当然有。为什么？因为罢免是重要的公民的权利。强调拢是符合公共利益，无违法。另外，罢免国民党立委余富庭的领衔人陈晓伟，也因为散布万美玲同意投票的相关广告，以证人身份互警方约谈。他把这个网络上这些不赞成他的，然后这些艳照的照片，把它直接套在桃园第4选区，这不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就是造谣和不实？很荒谬的是，用了他的照片，然后说同意罢免，这个是已经是违法的行径哦，所以我知道有些委员也已经进行去告发哦。罢免团体按时间来回应，强调网络来源拢会当接受公平。也毋过国民党美讲，这已经牵涉到违法。那相片问题，包括着国民党立委余富庭洪亚了讲，私底下甲罢免团体没歹听话。刘许婷委员还是骂，就是他选区的选民为垃圾。所以我要跟刘许婷委员说，经过了那么多个月，我们终于确定罢免你的理由是千真万确。这一份答辩书不只是答辩，也是打脸。我们会拆穿所有的谣言，我们绝不接受这个造谣仔躲在公民团体的身后，来继续伤害台湾的民主。面对争议无计解释，敢若呼吁桃园选民爱看关罢免的答辩书，未来会用证据回应指控。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